乡亲啊，继续来看台中动画漫画博览会第一届刷到市政大楼来举办。开幕即天，台中市长卢秀燕角色扮演扮做宝可梦的小智。 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头一届到市政大楼来举办，台中市长卢秀燕甲新闻局长阮志怡嘛拢正做 coser。只要能够让我们台中的动漫之城能够更加的推广，要我 cosplay 什么都可以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梦想可以去实现。那今天如果你有看到我们打造的环境呢，主要就是把这一次梦想传说的所有的主题的邀请来的一些漫画的原创的角色，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一次的博览会都可以看得到。 现场包括台湾团出系列的原创漫画11出，嘛展出台湾在地模型师的作品。因为是台湾嘛，然后就是我做一个山神跟那个鹿神这样，然后这个涉水鱼的部分就是我想要营造那个他们有一种危机感。一礼拜六还会举办音乐会，10月嘛有影展，邀请大家来台中做伙感受漫画的魅力。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